嚟啦，我又嚟講古仔啦。今日等我同大家講下廣州東山嘅故事。東山呢個地名呢，係由明朝嘅東山市而嚟嘅。咁根據《東山區志》記載，喺明成化年間，即係1465至1487年，太監韋娟就喺城東起咗永泰寺，咁啊俗稱太監寺。後嚟割出咗前殿，就做咗東山廟啦。咁到咗清朝嘅順治8年，即係1651年，重修東山寺，即係而家署前路8號越秀區圖書館。咁因為字名，慢慢就將寺嘅四周嘅江台地叫做東山啦。咁從此東山寺就從東山廟並存啦。咁東山寺就對住署前路，東山廟就對住廟前街，衍生出寺背通津、廟前直街、廟前西街等街名。咁喺民國時期啊，就開始設東山區公所。新中國後呢，就成立咗東山區政府。東山原本就係廣州老4區之一。咁喺2005年併入咗越秀區。咁舊陣時俗語話時齋，有權住東山，有錢就住西關，所以就有咗東山少爺、西關小姐呢個講法啦。而東山少爺講嘅就係呢度啦。1999年，廣州地鐵1號線通車，將老東山入口嘅地方呢，地鐵名就名為東山口站啦。咁後生仔習慣呢，就將地鐵站以南嘅龜崗、廟前西街、煙墩崗、新河浦一帶就叫做東山口，而政府索性就將呢度呢規劃成新河浦歷史文化街區啦。咁相比有2000幾年歷史嘅廣州老城，東山嘅發展史只有100幾年。最早嚟開發嘅呢，就係美國南方浸信會啦。1907年開始，佢哋就利用望廈條約嘅機會，喺寺背通津恤孤院路一帶就買地，起咗福音堂、神道學校、恤孤院、培道女子學堂、幼稚園同埋傳教士住嘅住宅等啦。咁例如啦，寺背通津嘅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，喺1909年建成嘅。咁寺背通津1號嘅團省委大樓，原兩廣浸信會神道學校，1915年建成。煙墩路嘅廣州7中，原嚟嘅培道女中，1888年創辦，1909年就搬咗過嚟呢度啦。咁煙墩路幼兒園，即係原嚟嘅東山幼稚園呢，就喺1909年創辦，係廣東最老嘅百年幼稚園。咁培正書院1889年由華人教徒嚟創辦嘅，1908年就喺培正路起咗新校舍啦。咁即係而家培正中小學嘅前身。1911年廣九鐵路通車之後呢，華僑就成為咗繼教會之後過嚟東山開發嘅主力啦。咁嗰陣時，城入邊西關人多地貴，東山荒地多又近城，加上之前教會起齊晒學校、醫院、教堂，治安又好喎，所以有西方思想嘅華僑呢，陸續就過嚟呢度起新式嘅房屋啦。咁據東山區志記載，1915年旅美歸僑黃葵石喺龜崗就買咗18畝嘅荒地，築成咗龜崗1至4馬路，開咗歸僑東山置業嘅先河。咁環境改善之後，國民政府軍政要員呢，亦都跟住過嚟呢度起西式別墅啦。咁包括陳濟棠、孫科、宋子文、余漢謀等人。咁佢哋聚集買地起樓，帶挈咗東山嘅房地產興旺，民間就流傳有錢有權有勢住東山嘅講法啦。咁到咗抗戰前後短短20-30年，東山就已經起咗700幾棟樓啦，成為咗廣州最大西式別墅群啦。政要、華僑同埋文人呢，都聚居於此，咁東山洋樓就從此聞名啦。咁東山洋樓同傳統嘅竹筒屋、西關大屋就好唔同嘅，紅磚牆、羅馬柱、西式山頭配印花階磚，再加中式嘅前庭後院，人稱西曲中祠。正因為主人係有西方思想嘅華僑政要，先成咗100年前至潮嘅東山洋樓。咁東山口經過100幾年嘅沉澱，裝滿晒歷史建築同埋人民故事。咁下一集等我哋一齊行入東山口，探尋100年洋樓，邂逅昔日嘅東山少爺啦！